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哋香港人喺福岡嘅社長 Benjamin。今日想同大家用一個日本文化角度，分享一個好實用嘅關鍵字。呢個概念同日本人做事習慣好有關，亦同物業管理入邊嘅程序同記錄息息相關。提早了解清楚，往後處理租務、維修同退租流程，通常會更順、更清楚。一個關鍵字就係日本人成日講嘅記帳面 （keychomen）。記帳面源自平安時代。意思係做事嚴謹細緻，規矩分明，凡事盡量有交代、有依據。相反，日本人亦都會用 tekito 形容一啲比較隨便、交代唔清嘅做法。平時未必即刻出問題，但去到需要核對文件、對數、釐清責任或者處理退租結算嗰陣，就比較容易出現理解落差，令程序變得複雜。等我用一個較常見嘅例子講清楚。日本租客退租嗰陣，通常會有一個環節叫立會 taikyo，即係退租當日由管理方同租客一齊核對單位狀況。呢個位之所以重要，係因為日本對原狀恢復同折舊有清楚做法。例如牆紙、地板使用夠一定年期，屬於自然損耗，原則上未必適合向租客追討。所以實務上重點係盡量分清楚兩類情況，一類係自然折舊，另一類係人為損壞。我哋一向採取比較 keychomen 嘅做法，就係會提早同租客約好立會時間，現場逐項確認，同步影相做記錄，確保資料完整。若屬於人為損壞嘅情況，我哋會按程序同租客確認，方便後續依照合約同規範處理。若屬於自然折舊，我哋亦會如實向業主匯報，令業主明白狀況同費用安排嘅原因。做細節嘅目的係希望流程更透明、更公道，減少誤會，同時令業主對每一步都有清晰掌握。喺日本做事，好多時安心就係由呢啲細節同記錄慢慢累積出嚟。作為一隊嘅福岡扎根第8年，目前管理緊約400個物業單位嘅在地持牌團隊，我哋一直相信真正嘅安心嚟自清楚交代同做事有程序。我哋以香港人嘅清晰同效率，配合日本在地對規矩同記錄嘅重視，陪業主穩妥處理每一步。為咗令管理更透明、更易查證，我哋全面採用電子化管理模式，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。業主專屬租管系統、WhatsApp 管理群組同 Google Drive 雲端文件備份，業主可以隨時登入系統查閱同埋下載每月收支結單。重要文件同溝通記錄亦會雲端備份，方便日後核對同追溯。而管理群組則會喺辦公時間內就單位事務作即時通報，令資訊流轉更快、更清楚。如果你鍾意日本文化冷知識，又想掌握更多福岡生活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香港人喺福岡，至於移居福岡、旅居自住、買樓收租或者物業管理，有咩想問，歡迎隨時 WhatsApp 聯絡我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